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去年底选举进前，台南客家发生88件的性案，台南地检署今仔起诉客家主宰公董事长王文忠等8人。个案基金结束275天，史上上长的护盘，计共投入545亿台票，带动台股起1成3，赚将近80亿。桃园一间幼儿园互家长指控讲，教保员虐待囡仔，囡仔行去上课，佮唔肯换着珠仔，教育局嘛向家长回示咧。新闻一开始来看，去年底选举进前，台南客家发生88件的性案。台南地检署经过5个多月调查，今仔侦查总结，起诉客家主宰公董事长王文忠等8人，也毋过犯案的动机目前搁调查。王姓被告知悉洪姓及孔姓被告偷渡成功后，遂基于藏匿人犯之故意，在111年12月、112年1月间2度前往泉州市，下榻于某洲际酒店，联系洪姓被告2度前往洲际酒店跟王姓被告见面，并提供其下榻之房间藏匿洪姓被告，使洪姓被告得以隐蔽。检方调查洪居洪正军涉嫌叫空相志，伫去年的11月7日，向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伫客家经营的科技公司开58千，佮去姓郑的市议员竞选总部开30千。犯案了后，嫌犯就逃去中国。客家主宰公的董事长王文忠暗藏帮助因逃走。犯案的动机敢是甲光电的利益有关系？检方并无说明。再来看桃园有一间幼儿园，客家长指控讲囡仔因为带尿，老师出溜囡仔的裤去拭尿，佮捌互老师用尿珠仔来砍头，有真侪真恶质的行为，互囡仔真惊去学校，嘛唔肯换尿珠仔。家长捌向教育局澄清，也毋过家长是讲教育局的态度真消极，家长只好家己去找真相。今仔早起，教育局嘛向家长回示咧，嘛强调讲，这教保员已经互调职，调查若是有违法，幼儿园个教保员拢会互处罚。什么动作？囡仔好亲像放尿伫裤内，互老师伫涂骹拖来拖去，才被带入去便所。安尼卫兵看到家长眼内是真生气。他可能漏尿，先扯上他背包之后举起来，摔到地上，然后这样给我拖地。打扫的用具放回，还拿酒精这样子往我儿子身上喷。他对我儿子施暴这个过程，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代志发生在桃园市一间幼儿园，家长表示，为2月开始，县地教保员陆续出现摕绘本夹囡仔头，向下骹界塞倒，也佫将囡仔当作倒步伫涂骹拖来拖去，这情形，互囡仔真惊去读册，暗时较会着青惊，脾气也变甲真暴躁，无愿意行出家门。毋过家长向教育局求助，因为回应消极。后续看录影带，才发现囡仔好亲像受到不当的对待，3月就报警处理。结果4月问教育局，也是无进行调查。其实他的孩子已经被虐待了。我就问教育局是不知道这些情况，还是默许这些情况来发生？3月8号发文请幼人说明，并于3月24号到幼人进行查查，同时于3月31号召开审查小组认定属实，故提送认定委员会进行审议。那我们后续将依教保人员相关条例以及相关规定，对幼儿园及教保员来进行裁罚。教育局向囡仔家长回示咧，已经派人调查，最后审查小组认定不当对待是事实。下礼拜要开委员会审议。这教保员已经调离现职，若违法的行为，会处幼儿园甲教保员罚款，个尽责审定伫1到4年，或者是终身免伫幼儿园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春雨落了无济，对中南部的考化无啥帮助。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展开第3摆的会议，决定讲即马开始，新竹、台中佮有北中华水情的灯号要转做黄灯。逐工的暗时10点到过当日的透早6点减压供水。自即日起，在新竹以及台中供水区及台中供水区的北彰化地区，调整为减压供水的黄灯，扩大减量供水橙灯的节水力道，以提升节水的成效。
台南甲高雄3月开始哦，就是柑仔鞋订货，一个月用水超过1000度，非工业用户，亲像是游泳池、洗车、三温暖的业者，3月开始哦，就要求讲因爱省水10%，即马对4月20开始哦，因的省水率个爱提悬到15%。再来看农委会统计，2、3月哦，因为可花农业损失已经超过3亿，南投上严重，损失上亿。婚林的高溪草岭种咖啡的农民哦，咖啡豆有一半拢乌有去，无法度收成。另外，台南市政府争取预算调水车对生活再水去山区，互农民通压水哦。嘛，望讲今年山野的收成未去受到影响。水库拢打起也是真需要雨水，农业嘛拢在拜托较紧降雨。农委会统计，到13下晡5点，农产损失是3亿2995万，加上林产的损失1624万，加起来有3亿4619万。各县市的损害是以南投上济破亿，过来是嘉义县同款是超过1亿。损害上严重的作物是茶，咖啡嘛在内。这拢无效啦，这拢爱禁掉啊。咖啡豆被学开，农民发现讲一半都是歹去的乌豆啊，研发是上久无落雨造成。寒害跟水都有关系吧？冷又没有水喝，也季的，因为也算咖啡季没熟啊。1、2月跟3月采收的所有的咖啡豆，看起来果实都是好的，可是我们脱皮脱壳之后呢，发现里面都50%以上都是不好的果实，而且都是黑豆。专家讲，咖啡果在发育的时阵欠雨水，会互咖啡籽缩起来，无法度发育完成，嘛互昆林、高溪、草岭地区的咖啡农受害。有农民讲，较早一摆是收2公吨的咖啡豆啊，这摆是感觉剩500公斤，搁有一半是乌豆啊。官府嘛有看到状况严重，强调会照行政定书向农委会申报天然灾害的救助，可能嘛影响到山野。伫台南的山区，即马山野当时结果的时阵，欠水恐惊互果子农辛苦规年，结果拢脑损。只有伫咧山区是设29个提水点，互因会当摕来压。大概300栋，从因2个月一直到黄霜雨季。真关话啊吼，山野吼是抑个加减会大，要定理啊吼，抑个做大个。水吼要再当压山野，你也一桶啊吼，这吼压头30丛啊。再运水嘛，供应梅仔含龙眼树仔来用，但是每年的梅仔伫咧清明节进前都是主要采收期，受到欠水的影响，结果果是真细粒。希望山野会当靠救命水保收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海关总署昨公布的上新进出口的数据，受到美国科技管制甲消费电子产品市场无景气的影响，今年的第一季，台湾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603亿美金哦，比去年减少超过2成6。另外，彭博社的报道嘛指出讲，3月台湾对美国出口电脑晶片制造设备是成长超过4成2。也毋过出口到中国却减少超过3成3哦，嘛已经连续减少9个月咯。中国甲台湾一直拢有经贸的往来，毋过中国海关总署13公布上新的进出口数据，台湾对中国进出口的贸易总额是603亿美金，年减26.5%。其中，台湾出口中国有444亿美金，年减28%。台湾进口到中国是158亿美金，年减22.1%，显示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有面临压力。当时在疫情里面的话，是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工作场所里面对电子产品这种需求量，都已经满足了。所以现在说不定在回归到正常的一些生活的时候，它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电子设备，这还有一些是库存嘛，也是在消化当中。专家分析，为中国进出口产品来看，伫积体电路产品进口是减超过2成以上，显示美中的科技战或者是出口的管制措施有一定的冲击。因为美中科技战也搁咧进行，根据彭博的报道，美国为着要推动半导体的产业，3月台湾对美国出口的电脑晶片制造设备成长42.6%，金额有到21.9亿台票。相比起来，台湾对中国出口的电脑晶片制造设备是大落33.7%，连续9个月拢落。这个部分反而是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设备的产业的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已经跟中国大陆出现脱钩？这个部分反而是令人担忧的部分，因为毕竟中国大陆还是一个重要的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市场。
学者表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敢会受到美中科技战的影响来重新洗牌，也阁需要观察。不过，中长期来评估，各大产业也无排除会去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国安基金昨开会决定要退场了，结束这场史上上长275天的护盘。国安基金上新的财报，今年的第一季计共投入545亿台票护盘，嘛带动台股起1成3，国安基金赚80亿。台股今仔早起嘛无受到国安基金退场的影响，盘中是起上100点，嘛已经徛稳15900点的关卡。国安基金第一季例会第13定场，经过综合评估国内外政经整体情势了后，委员会龙决期退场。这摆国安基金进场护盘275天，已经超过2015年8月全球股灾时阵护盘232天的纪录，创史上上长。根据国安基金上新的财报，加今年第一季总共投入545亿护盘，操作的成绩是13.01%。升息，然后通膨也有趋缓了嘛。整个国际的经济形势来讲，这些智库啊等等这些，大家都认为都有往上调嘛，所以基本上是大概是朝好的方向走。过去台股的表现，伫去年1月初5创18619.61点的史上高点，了伫10月25是12629.48点的波段起点，下跌幅度将近6000点。台股13收伫15804.76点，指数已经为低点回档超过3175点。分析师认为，虽然紧求纪录，但过系统性风险已经无存在。国安基金应讲是攻城心态。国安基金适时的进场，把这个指数垫住了。整个景气虽然不好，但是没有出现所谓系统性的风险。在国安基金退场了后，台北股市早盘就起49点，开出了后，盘中起幅度超过100点，收复五日线各攻起15900点的关卡。展望后市，分析师认为，虽然台股指数接近16000，未少个股基本面无好，可能有风险。民众操作时阵，依然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未来就算有汽车的驾照，嘛袂当骑50cc 的奥多拜。也毋过，已经摕到汽车驾照大约218万的驾驶是无受到限制。立法院的时代力量党团今仔是呼吁讲，这群人嘛应该爱来补考奥多拜的驾照，避免来加做交通安全的空棒。传统市场为少买菜人骑轻型机车代步，挂青牌50cc 的机车，较早有领汽车驾照都毋免搁考照，直接骑50cc 的机车，民众嘛感觉无妥当。还是有一点差啦，对啊，就是可能就是凭他们的认知在骑车这样子。我觉得这样不太安全的，还是要了解啦。比如说你的待转区啊，哪里要怎么转，要知道啊。立法院则是对于道交条例修正条文进行表决。时代力量指出，肯定修法了后，摕汽车驾照袂当直接骑50cc 的机车。按过根据统计，全国1437万人有领汽车驾照的民众内底，依照即卖规定，也阁有差不多218万人会当无机车驾照骑轻型机车。呼吁爱包含这的人在内，拢爱修改。以后领有汽车驾照的人不可以骑轻型的机车。那以前呢，有200多万人，他可以继续再骑机车。行政院版的部分是希望从这次修正条文之后，新取得汽车驾驶执照的部分就不能再去骑轻型机车。那以往可能有些人都已经骑了一辈子，那这个不溯及既往。交通部进前嘛伫调研协商时阵表明，行政院版的修法确实是无包含较早这的人。伫交通委员会议审的时阵，嘛有得到委员会的共识，会尊重立法院处理结果。记者综合报道。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一个姓王的组长自杀，家属是质疑讲，可能是伊唔肯吸收正悬的官舍维修的费用，受到同事的霸凌。今仔有议员搁在公布办事处一个姓邦的处长甲包商的对话录音，这个处长亲像有道理特定的厂商。外交部是表示讲，因最近会派调查团去巴西，实际来了解，有结果会来对外说明。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姓王组长对楼家属质疑，原因可能牵涉一场霸凌，甲无愿意吸收真悬的瓜体修理费。
那也市员也公开歌体相片，价值30万美金的歌体，索开40万美金来修理2分钟顶。30万美金买的官邸，我们今天花了40万装修。巴西的官邸其实就是冯光中处长跟他夫人2个人居住的地方，并没有真正的使用在所谓的官邸用途。尹晓薇也佮公布巴西主管姓房的处长甲承包厂商的对话档案，因为对话当中，处长好亲像是利用采购案，独立特定厂商各涉犯贪污罪可能。因为这个录音里面，其实他有透露出，好像我把某某工程之前就给了你这样子的意思。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真实、确实这样的话，那可能是会触犯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贪污治罪例。好，那贪污治罪条例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处到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对事件调查进度，外交部表示，对姓王组长轻生的原因未有实地场，也进行完整充分的调查。第一步要将事实清楚清楚。外交部最近会派调查团去当地进行完整的调查了后，去做完整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国防部最近有机密文件伫网络上挖空。美国的司法部昨是表示讲，已经抓到嫌犯了，是一个21岁空军的国民兵哦。联邦调查局嘛发现讲，这阿兵哥伫网络至少有公开50份的机密文件。美国的国防部嘛继续咧注意后续的影响。全副武装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抓一个穿红色底裤的查甫人，了后押上车带走。伊是涉嫌泄露美国机密文件嫌犯。美国司法部13宣布已经抓一个泄露机密文件嫌犯，伊就是今年21岁空军国民警卫队雇员特谢拉。Toda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rrested Jack Douglas Teixeira in connection with an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unauthorized removal, reten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lassified nat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Teixeira is an employee of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National Guard. FBI agents took Teixeira into custody earlier this afternoon without incident. 联邦调查局伫个马州东北部波士顿南边的小镇戴顿抓到这个涉密的嫌犯。特谢拉是前个爱好者，伫个网络游戏开工族群担任负责人。为几个月进前开始，伫社会媒体发布至少50份机密文件，引起关注。五角大厦表示，在了解涉密事件范围、规模甲影响，也强调这是故意犯罪行为。Each of us signs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Anybody that has a security clearance, and so. All indications are, again, this is a criminal act, a willful violation of those, and again, another reason why we're continuing to investigate and support DOJ's investigation. 全社军平台已经移除有关涉密文件，按国媒体继续报道一寡文件。有文件显示，美国一直密切关心联合国秘书长伫俄乌冲突当中的立场，因为美方认为古提瑞斯伫俄亥纽斯协议当中，成果配合俄方的利益。公司新闻陈慧仁评论。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昨宣布讲，要搁登去中国办比赛咯。WTA 进前因为小停批水，暂停所有中国的比赛，要求中国爱针对各款的性侵案来调查真相。也毋过已经等16个月 ，WTA 是认为讲应该是无法度有啥结果。也毋过因确定批水甲伊的亲人目前伫北京人正安全，所以决定讲9月份开始要伫中国展开巡回比赛。国际女网协会 WTA 对中国女将彭帥造性侵案件爆发，人也毋捌公开露面了后，为原本表态捍卫选手权益，要求当局做出全面、公平加透明调查。过去巡回赛退出中国做抵制，表示伫真相无出来进前，未伫遮举办比赛。到即马接受当局所谓的调查了后，宣布要伫今年9月回归。WTA 主席赛蒙表示，这件事已经经过16个月，也认为所讲的要求
最后未得到满意的结果，继续用同款的策略已经无意义，希望透过回归中国办比赛来摕到更较侪进展。事实上 ，WTA 抵制这段时间都是中国疫情封锁，任何比赛拢无法度伫中国举办。另外 ，WTA 这段期间拢做啥物呢？赛方表示已经甲骗税关系真密切人有联络，得到伊真正安全的保证。也知影伊甲亲人住伫北京，不过家己也未甲伊通电话，强调无将袂记哩。另外，说来去恢复伫中国举办比赛时阵，也得到当局保证各国球员甲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问题。WTA 立场有得到尊重。国际调查组织表示，无确实证据显示骗税真正安全而且自由，提醒 WTA 中国真侪性暴力受害者无得到正义甲赔偿补救。不过对网球界来讲，安尼回归受到欢迎。英国女将普尔特表示，这件网球是一个胜利。WTA 需要商业收入，球员也需要安尼竞争舞台。伊希望骗税平安无代志，不过也希望比赛能赶紧展开。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澳洲14天来上强的热带气旋123已经对西澳的北海岸扫上花，虽然目前的风暴已经对第5级降到第4级，也毋过威力同款阁真强。澳洲当局嘛要求附近的民众赶紧撤离。123已经定量，澳洲气象局伫离北海岸部落区的贝德奥岛记录每点钟218公里的风速，从安尼速度吹10分钟这么久的记录。进前相关风速是2007年乔治大风台每点钟194公里。当局警告，这么大强风可能将农业拖车吹扁去，真侪人赶紧将车开走。At least 7 days worth of supplies here, so we should be around. 伫13晚5點左右，123以5級風暴的威力掃過世界主要鐵航航運中心之一的希特蘭港。這個港為避免受創早已經情況增加了後降到4級，不過當局警告有可能造成重大災損。伫123來進前，當局要求民眾趕緊撤離，然後依照伊的威力發出相關頂級的紅色警戒，表示即馬撤離已經上過萬，即馬真危險，1.5萬居民應該踮佇厝內，唔能活進門窗。Because it's such a fast-moving cyclone as it moves inland, that categories, the strength of the cyclone will be maintained as it moves quickly inland. 123是14年来攻击澳洲北部上强风暴，澳洲气象局警告，已经有破坏性的风暴中心会为金伯利甲皮尔布拉地区带来时速315公里的瞬间阵风。另外，有报有400毫米的雨量甲无正常调色，为希特兰港到沿海城镇布隆南边600公里，拢感受到伊的威力。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消息来看，进前有一个空服员飞去国外的时阵，受到当事的性骚扰，公司的调查事件嘛成立。也毋过桃园市政府所表示讲，这个事件是发生伫荷兰，毋是伫咱国内，因无法度处理。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今仔早起去市政府登前抗议，因要求市政府应该依照性骚扰防治法，赶紧来进行处罚。控诉市长张善政跳用情书，互外赞助权无保障。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14早起伫桃园市政府头前开记者会，要求针对个人不法性骚扰案件，无分国内外，应该马上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第10条，罚1万到10万块。不要让这一个外站被性骚扰，同样都是我们国人，公司都认定性骚扰，却变成是没有管辖权，不做开罚，那无疑是在鼓励我们国人要犯法去国外犯法，是吗？工会表示，会员伫外站当值期间，伫饭店互同事性骚扰，公司性骚扰申诉处理委员会调查已经认定性骚扰行为成立，也指控桃园市政府竟然以行政法性骚扰行为发生伫地点是荷兰，毋是中华民国领域内底为理由拒绝开发。主管机关甲防中心也到现场收定情书，针对工会指控做出简单的说明。对，因为公司的认定是属于申诉的部分，但因为当事人都有救济的一个权利所以有主张再申诉，那再申诉才会回到我们桃园市政府来就再申诉的情况来做一个调查跟程序的一个完成。
交通中心表示，因为被指控性骚扰的当事人提起救济，这案件受理个申诉。目前各调查的定数结束，下晡办接性骚扰防治委员会作为审议甲机关，会有最后结果。那认定性骚扰成立，也讨论处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主管，昨下晡有一台货车，司机亲像身体无爽快，塞车去弄路边的电火条，佮弄边啊奥多摆甲轿车，加在送病院治疗了后，这个驾驶是无性命的危险。13下晡3点外，高雄市主管区进合路，一台大货车高速冲撞路边的电火条啊，佮弄停伫边的机车甲白烧小客车了后，总算停落来。就3点外迄阵。啊！人都昏去，啊，怎啊弄完车入来，伊电条弄转去，啊，就送医院啊。大货车驾驶是62年出生的查甫人，伊好亲像因为身体无爽快，先伫主管区公所进前弄到一个机车，佮开几百公尺，弄路边的电火条啊，造成停伫边的火杆啊，甲汽机车受到损坏。这个事故无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开车姓郑10个人送去了后，也无什么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沙丁堡的空气污染物因为西北风经过台湾海峡传来咱台湾，嘛造成台湾的西部，包括中华、云林、台南等中南部县市空气品质恶化。如果这波污染物会影响到15，云林县环保局嘛启动应应措施，呼吁民众出门都爱挂喙罨。街路雾漫漫一片，能见度只有几百公尺。14号上午，台湾西部，包括中华、云林、台南这中南部县市，拢出现空气品质不良的现象。这早有云林的民众外出，嘛明显感受到。很不好啊。对啊。有较雾啦，无他出现好天，啊！你看迄天嘛拢大雾，你无看？天嘛安尼雾啊，无他遐清啦，无你若好天了嘛，天清迄落诶。近期受到中国发生沙尘暴影响。空气污染物顺着台湾海峡西北风移入，环保署14号上午，针对中南部一个县市区域，发出安西警示和甘仔式提示。其中台南站今日上午8点 ，PM2.5的浓度接近破100，创下去年27以来台南空气品质上歹的一天。如果这波空气品质不良的期间会持续到15号，云林县环保局嘛赶紧提出因应。针对这个移动污染源方面也执行了路拍，还有目视判烟。那我们也加强了这个露天燃烧的相关的一个稽查巡查的一个方式了另外也通知这个麦寮电厂2个机组这个降载及友善的一个减排这个配合措施。环保局表示，这2天空气品质持续恶化，除了和境外污染源持续累积所造成，再加上本地大气稳定、风速较细，如果空气品质歹，阁会持续2-3天。还有民众外出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记者为你报道。2023年台南的渔光岛艺术节3月底开幕，已经有超过12万人次参观。4月16日就要结束。这几档渔光岛已经正式是游客来到台南，拢会来行大的风景区。其实古早这附近四界拢是蚵仔壳、甲玻璃拢才会本色。后来政府甲民间做伙合作来摒扫，佮来推动艺术节，才有今仔的规模。沙滩顶面是满满的人潮，拢是来参加今年渔光岛的艺术节。2023年渔光岛艺术节首度上特定的方式来举办，14件艺术作品结合音乐、舞蹈等形式来呈现，嘛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随着16号就要闭幕，有股会该涌入游客。不过光鲜亮丽的背后，是真侪人的努力。很干净，怎么说？看不到垃圾，很有观光的那个吸引力。不单是政府在清洁，而且几乎包括很多的社会团体，还有学校团体都会，每个月差不多2个月，平均都有2个月都有一些那个净滩团会来做渔光岛的净滩。台南有63.7公里长的海岸线，过去常常看到大量的海漂的粪扫。过去2冬是透过民间甲政府真努力的净滩，互沙滩是清气真济。其中人气上悬的渔光岛秘境月牙湾，嘛曾经是堆满蚵仔壳、竹架甲废弃的玻璃拢，到今年3月底是已经清理165公吨。我们台南市从2021年9月开始追踪我们台南市的海废的一个清理，当年度到去年2022年已经清理了将近3000吨，今年已经清理了将近5000吨那我们希望政府在清除这些废弃物，除了凸显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之外，更能够积极一点，从源头减量的部分做起。
海漂的粪扫大部分是塑胶粪扫、玻璃拢、甲漂流木。过去就连蚵仔病嘛是因为海漂的粪扫，因此政府是直接补助蚵仔农回收，每一片是补助250块。玻璃拢嘛鼓励蚵仔农回收，每一袋玻璃拢会当补助30块。透过奖励，市府去年回收3780公吨的蚵仔病，展现成效。来盼望蚵仔农勇士回收的观念，和海洋永续来经营。记者郑混答报道。来看日岛石龙外海海底哦，有一座10公尺悬、已经1000吨、全世界上大规模的微抗旋风搭。当地唱水教练哦，改叫做大香菇。也毋过，伫2016年是雨风台损害甲真严重，生态受到真大影响。这2天有唱水教练哦，过去了解，发现讲山湖的面积只剩3.5尔，比6年前规模又搁救水了。以前是绿岛上强湖，全世界上大的微抗旋风搭大香菇生态真丰富，吸引真侪创作人。毋过伫2016年，莫兰蒂风台大兴将伫海底18公尺深的青泥大香菇拍倒，迄个时阵，互国内外真侪创作人心碎气，希望因想办法复育。毋过专家认为这是自然因素，主张顺其自然。毋过，佮发现大香菇顶悬的珊瑚生卵出现生机。毋过这2天有唱水教练唱水记录大香菇生态，发现其实珊瑚的面积即马咧慢慢减少，大香菇的生态真危险。那现在团块围拱珊瑚本体的部分可能剩不到真正的35%的面积而已，所以预期啊，应该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大香菇就会消失吧。台东县政府表示，2年前绿岛大香菇倒去了后，就无定期请人到海底记录伊的状况。即摆发现珊瑚过求水，会甲海洋委员会讨论应用的措施。会再来做一些商议，看看检视一下有没有可以让它可以恢复它生命力的方式。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来跟海委会海保署这边来持续的争取相关的预算。绿岛近日旅游大过，创作人也愈来愈多。创作教练呼吁去绿岛海底观光的游客爱惜每一个珊瑚搭，若破坏去，美丽风景就无法度转来咯。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苏澳有一个细过查甫人，伊掠着一只保育类的地鸡，佮家伊杀死，甲尸体挂伫田里哦，要来吓惊其他的鸟仔。有民众向警方报案，宜兰地检署嘛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甲这个查甫人起诉。一只保育类的雉鸡去互农民甲吊伫迄底甲，佮甲插伫田里。宜兰县所有一个姓郭的查甫人，去年3月伫菜园仔用渔网网鸟去掠着一只保育类的雉鸡，杀死了后，甲挂起来哈鸟，去互宜兰地检署甲照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起诉。这个相关的法则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那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罚金的部分最高可以到100万以下。姓郭农民有承认恐惊用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讲罚上介悬100万的罚金。根据资料，雉鸡主要是生产伫个下海拔的平洋，还是讲伫个半山腰的空旷地，伊算是杂草性食虫啊、精子啊，还有筋。有没有效呢？当然没效嘛。因为动物不会真的看到你全手示众或全尸示众。它就肚子就不会饿啊，它就照吃不误啊。抬鸟架鸟的行为，这几年来常常看到。常在咧翕鸟的李学仁，伊讲安尼做无效，鸟仔若是腹肚枵，伊共阮会去找物件来食。加上有真侪农民伊用农药来投鸟啊，安尼毋若破坏生态，而且伊种出来物件嘛有食安的问题。呼吁农民都爱心足良田，留一寡空间互鸟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大学路，伫昨半暝有30只细只鸭伫路林爬走，经过的车为着要闪这鸭，险出车祸，驾驶赶紧落车，甲这顶鸭赶去路边的空地。警方是表示讲，这顶鸭的主人因为妨碍交通，是当罚600块。若是造成车祸，嘛要负过失伤害的刑事责任。阿红赶去路边，因为差一点害人车祸，差点出车祸，吓死人！屏东德昌乡大学路边的鸭场，则是透早大门锁的，内底会使看到真侪鸭仔当伫收水。民众12暗时看到将近30只鸭仔走去路中央，意思就是对鸭场走出去的。无在条线嘛，无在条线嘛，线咪熟死。今日就会影响啊，是车咧走的路体是鸭咧走。当地附近有工厂，阁有农地，来往车速真紧。鸭若是伫路林乌白走，就惊有民众为着闪鸭颠倒出车祸。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规定，
输送或牵系禽畜、宠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者，处所有人或行为人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台湾常常有放养的牛、羊、鸡仔，也是猫仔、狗仔走去路林造成车祸的案件，警方提醒主人要尽到管理责任，若无食罚单事小，若造成车祸，恐惊要面临过失伤害刑责追究。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大甲妈今年的4月2日要出巡咯，因为4月2日就是世界地球日。环保团体早起伫新北市沙田埔的新市宫，甲灭访有专家开记者会，因做伙呼吁讲，因为气候变迁，即马是愈来愈无法度风调雨顺咯。望讲政府甲民间着爱积极减碳，无30冬后，妈祖伫这个时阵出巡，平均的温度会超过30度。伫车顶斗太阳能板的三轮车，会使伫大甲妈游行的时提供沿途信度手机啊充电。这是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设计的绕境净零三轮车。在沿途其实都有不少的热情的民众会去分享食物啊、饮料啊这些物资。那我们想说，用再生能源来让大家看到，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尝试。那我们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气候变迁也会影响绕境活动。根据环保团体的统计，1988年大甲妈绕境的路线沿途气温大约是25度到26度，现在时是27度到29度。若是无积极减碳，估计2050年的温度会升悬到29度到32度。加上台湾的湿度高，就较会造成信度的大伤害。绕境来说的话，平均的湿度我们看到是80%左右。那如果说对照温度的话，其实只要温度超过30度，它的体感温度就已经会来到37度。那以这个热伤害危害的这个分级表来看的话呢，其实它就从1级跳到了第2级。那在2050年就已经来到了第3级，是很快就会出现热伤害相关的症状，例如说呕吐啊、中暑啊、热衰竭等等的。风调雨顺这4个字在台湾越来越遥不可及，我们必须要用行动赶快来做这些支持。蔡启明表示，这3年台湾发生2摆严重酷旱，今年南部的水情可能一直到5月底进前，拢无法度解决，也会影响经济发展。环保团体呼吁，2024年大选就要到啊，各党的总统候选人也要有气候观念，提出具体的净零政策。记者郭文潮随新北报道。逐当的4月份到6月份哦，伫妈祖烟花有真特殊的景观，那色的目屎，伫台南其实嘛有通看。台南市长黄伟德就表示讲，台南将军的青山渔港哦，冇人看到那目屎。几当前伫七股、安平佮北门哦，嘛拢有人看过。海边一片呐，看起来非常的水。13号暗时，民众用相机翕下这特殊的景观。每一当4月到6月，妈祖烟花特有的景观，那是目屎，伫台南的青山渔港第一届看到。够明显的啦。轻轻来爬，就看到南港。这个月2号，民众伫当地发现了后，嘛，和渔港出现大批的民众，和台南市长黄伟哲嘛伫面前来分享。第一次看到了，哎呀，就是新奇啊！每天晚上都会很多人在这里在找蓝眼泪啊，还拍照啊。船只开过去有海浪，结果它就在那边发光。从4月初到现在，蛮多人过来在问的，人潮就是有明显变多的情况。不过，那些个目屎几当前嘛，捌伫台南的七股、安平、北门等等的所在出现。在网络很多人分享那个蓝眼泪的冲击，其实不是以前没有，是科农他们不会去形容它的美感。市府嘛提醒暗时啊视线较歹，前往观看到若是目屎，伫人较侪也是弯腰要去搅水面的时阵，就要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文正健、王刘婷、麦昭权台南报道。顶头是咱台湾特色的传统文化，也毋过哦，真侪人对顶头拢有一寡刻板的印象，认为讲因3不5时就会出现伫社会新闻。其实有袂少个顶头哦，因是正拍拼要来传承宗教甲文化，咱做伙来了解。人西、正果、创牛、家将，只要顶头就会出现，现场就随热火滚滚。不过讲到顶头，真侪人拢有无好的刻板印象。有的顶头囡仔，伊伫一个会馆内底有啥？有靠山，就会臭屁，会大尾。现在家长若无来了解，无可能有囡仔参加这啦。
因为家长可能的看法就是规工就是冤家相拍，甚至食药啊，讲啊歹听就是一寡唔食囡仔咧酒的所在啊。顶头负面印象，嘛间接影响传统技艺的传承。阮中医堂甲人上无共的所在，就是阮家己做狮头，这个文化必须要传承。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更认识家将。可以更平易近人，卖红干嘛？在传统的家将当中，伊是神秘、威吓，红的感觉恐惧有距离感。想要改变社会对顶头的看法，就需要新的思考和做法。其实家将它本身含蕴的艺术层面，从上到下全部都跟艺术有关，包括它模烫啊、面谱啊、衫裤啊、扇子啊、草鞋，伊这种有卡着艺术和艺术有关系的。我想要让家将融入咱的社会，互普遍化，所以我就想讲啊，最好的就是咱的日常生活用品，咱要甲互伊普遍化，咱就会使甲做一寡文创商品，互人会去喜欢去买单安尼。即马顶头已经唔是干那伫个庙会才会出现，亲像今年台湾的家长都去法国尼斯嘉年华的国际舞台推广文化交流，顶头的定位甲社会价值需要咱共同来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一向拢是诺贝尔文学奖真热门的人选。伊伫13发表新作品，册名暂时翻译做《下次甲伊无确定的墙》。村上春树嘛已经6档拢无出过长篇的小说咯。为个册名专工等伫册店的外面，要伫饭店第一时间就买到这本新册。3、2、1，亲像下年咧倒拍算同款，等台13反正一个到，这个册迷总算会当买到日本出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新册。这是村上春树2006年搁再来推出的长篇小说，差不多有70个册迷因会当先看先过瘾。这部册暂时甲翻做城市甲伊无确定的墙。6年ぶりの新作ということで、またちょっとこのコロナの中で書き始めた新作ということで、もうすごく楽しみにしてきました。すごい前の短編小説の関係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い話題にな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とかいつもの作品、やっぱりどういう新しさを加えてく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をすごい楽しみにしてますね。村上春树伊进前个捌讲，这本册是伫疫情的期间来创作的，并且一直咧思考讲这个墙的意涵。伊还佫表示讲，壁墙会当来交代无同的意义甲目的，这都爱根据伫个内底的人。这部新作品有672页，是3部甲夹起来，包含甲1980年敢若伫个杂志顶悬发表，毋过往无出册。这互春树甲看做是失败的作品内底的长篇小说《城市》，甲伊无确定的墙，伊个全部甲定写。新册伫个13伫全日本来上市，东京有一间册店，确确是提早3小时，伫个7点左右就开始营业。コロナ禍ってやっぱりそのオンラインイベントが主だったので、なかなかこうイベントをやっても、数字でしか視聴者数でしか、お客様の数を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実際にああいうふうに多くの方に集まっていただいて嬉しかったですよね。村上伊今年74岁，伊透底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这嘛是伊第15部长篇小说，从2020年开始写作，并且伫个2022年的12月完成。期间经历真侪国际的重要事件，伊表示讲，社会伫个经历大变化的时代，美伫个墙内，也是讲行出去墙的另外一边，已经来成做比进前任何时代更加重要的课题。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纽约百老汇上有历史的音乐剧《歌剧魅影》演出35档咯，计共是演出13700场。人讲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歌剧魅影》这出歌剧一礼拜就要收煞咯。有真侪观众趁最后的机会去看最后一届。小可恐怖的剧情，正水舞台汉服装设计。歌剧鬼影这出舞台剧是小纽约的百老汇35档，但是疫情开始了后，就一直了钱。这出戏第一礼拜会搬上尾一届，最后一边化妆一边接受访问的男主角是真唔甘。And now that we've gotten to the last week, every moment is precious, to be honest. 已经唔知影伫偌济暗暝替这出剧在伴奏的小提琴手，我讲敢若离开厝去外口读大学遐尼艰苦。I can say without a doubt, I will be crying.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way I'll keep a dry eye at that point.
it's just hard to imagine that I won't be playing it again. 歌剧《鬼影》是安德鲁·洛伊韦伯经典的音乐剧，是对法国的作家卡斯顿·勒胡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是咧讲一个用面暗、家己真歹的面扎起来音乐天才，一直伫巴黎歌剧院替心爱的女观音克里斯汀来创作乐曲，落尾变作3个人的恋情的故事。这出戏1988年开始就伫百老汇固定咧播，35档来已经有13700场。伫16上尾场即天嘛，按算会有真侪有名的人到场。这出百老汇上长寿的音乐剧，以后嘛会予剧迷永远去怀念。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尾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